石头，石头，给我点时间。进来。什么事儿？我没事，想找你聊聊。最近公司的事情那么多，云总新的楼盘营销企划案你还没有完善，你不去他那里出谋划策，还有功夫来跟我聊天啊？谁说没有完善呢？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去打印了。等等，我这里也有打印机，要不你在我这里打印吧？哎，不行，这是高度机密，不能泄露给任何人。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难道连我都不能看吗？好吧，你是负责人，你帮我打印吧。谢谢。不对呀，这不是云总写的吧？这是前2天秦雪拟好的吧？你怎么知道是齐雪拟好的？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，我知道，有很奇怪吗？这些项目还没有对外公开过呢，我是刚才从秦雪那里拿到的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最近重大投资项目你投出的标都失手了。最近天狼集团的房产营销方案跟我们之前的策划是一模一样的。那份策划说，一直都是由你来保管的。石头，石头，你怎么了，石头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林总，你没事吧？林总，这没你事儿，你让开。我是保安队长，我不管谁管。我让你让开。
林总，你没事吧？林总，怎么样？我现在就跟着部长打电话。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要不我们先回去休息一下吧。你的意思是，你怀疑是我泄露了红鼎的机密吗？好些了吗？你来做什么？我来这里还需要向你汇报吗？怎么又是你啊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奇怪啊，你倒是无处不在，每次都能碰到你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我是安保部部长，我有责任保护红点和云总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们云总刚才在电梯里差点出了事故，那个时候你在哪儿呢？什么事故啊？说了，师彤有幽闭恐惧症，你知道吗？你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好意思说有责任保护云总的安全？都别说了，前功尽弃。
你应该明白你的处境啊！即便你现在想回头讨好云诗彤，他也不会原谅你的。韩副总，我已经尽力了，现在已经打草惊蛇，段飞他们也有所察觉，我真的是无能为力啊！我一直在阻止云诗彤和技术团队进行接触，也一直在阻止红鼎集团招聘技术人员。除此之外，我真的没有别的事情可以再插手的了。更何况，你们这几次一弄，云诗彤她的警惕性已经提高了很多啊。你是在护着云诗彤吧？好，看来最后你跟他一起去送死吧。不是这样的，韩副总，你也知道红鼎集团的资金一直都很紧张，启动电商计划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。只要你们股东不签署资金支持，云诗彤他是不会从公司拿走任何一分钱的。而今计划仍在启动，我们只要盯紧他，掐断他的资金链，这样的话，他就完全被牵制住了。那你就赶紧去办，有什么进展，第一时间告诉我，其他的事情就由我来解决。否则，不光是我呀，魏天亮那帮人也不会放过你，懂吗？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告诉你们，带我进去了，千万要小心，不要暴露了自己。你放心，我们办事是不会失手的。行。走吧。
看来你对整个红顶很熟悉嘛，功课应该做得不错呀。你们是谁？重要吗？是吗？给我上！你们，我跟你打过。完了，这还敢啊！不重要是吧？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，行了，哎，人都走了，装什么呀？哎呀，哎，那话是你说的，那王八蛋踹我干什么呀？你欠踹呗。喂，老大，鱼已经上钩了。走，回酒店。他们俩都迷药了吗？拿到了。该我了。不是你能快点走吗？踹你一脚试试。马吉，我今天为了你挨了一脚。哎呀哎呀，疼死你得了，一脚至于吗你？你下回你自己去，你别叫我。怎么有2个坐标啊？因为有2伙人，这个家伙一定是之前阻止我调查刘天辰、删除咖啡店监控录像的那个人。告诉老大，一定要抓住他。喂，老大，现在有2个坐标，一个靠近市中心，另一个靠近海边。你打算去哪一个？马基怀疑其中的一个应该是阻止他调查刘三田的神秘高手。那你觉得哪个可能性更大？他不确定，要不然你赌一赌。那我去海边。好，知道。怎么会这样？
大嫂。哎呀，行了。计划进行的怎么样？查出来是谁了吗？这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看，他们原本已经中了我设计的病毒，我也可以操控他们的电脑，但没想到最后，他们竟然摆脱了我的控制，就差一步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我们的计划失败了？谁这么厉害，连你设计的病毒都能破译？你看这儿，第一轮与我交手的只有1台电脑终端，而我的电脑显示刚才控制了2台电脑终端，所以这背后一定有个高手在监视着我们，并且在最后关头破坏我们的计划。被发现了，这个马戏太狡猾了，竟然控制了我的电脑。那到底是被发现还是没有被发现？那倒没有，还好有个神秘人帮我解除了控制，要不然……闭嘴！说他妈接下来该怎么办？我们只能尽力去搞。刘天成，我要的不是今天，我不希望我们。马姬，这次谢谢你了。至少通过这次事件，让我们知道幕后有一个神秘黑客的存在。
说你啊，别说出去了。哎，行了，你也说不出去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老大，放心吧。怎么样，抓到了没有？段飞，我有话跟你说，过来一下。你没受伤吧？我累了，回家吧。哎，我跟那个柳峰……我知道，虽然我们从小就认识，柳峰比我更了解你，对吧？走了。先走了。韩元仓，你不是说云世彤手上那份文件是非常重要的商业机密？你给我一个解释。都是他亲口在董事会自己说的，我们都被骗了。你知不知道？你知不知道我的人差点被云世彤查出来？就你找的那个刘天成，要不是我保他，他早就被红顶检查组的人给揪出来。行了，你们都别互相推了。一个提供假线索，另一个他的手下尽是一群饭头。这次行动要不是我找麦正龙在背后支援，你们两个一个都跑不了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善后，想想怎么把影响降到最低吧。我这边倒没什么，我自己人倒是没有牵连进去，就算查也查不到我的头上。不过，没用的东西。菲菲，你是不是把这个落车上了？哦，幸好你看到了。哎，你说那个黑客高手到底是谁呀？我不知道，不过他应该不简单吧？你在这干嘛？没什么。没什么奇奇怪怪的。莫扎特的这首曲子现在已经很难找到了。你要是喜欢，这盘碟送你啊。不必了，谢谢你的好意，心领了。这次你帮刘天成摆脱追击的事情干得很漂亮，坐吧。
我也有大意的时候，还好我及时破解了马姬的病毒，他们并没有发现我们的身份。云师彤身边还都不是小角色。明天我去告诉刘天浪，让刘天成给你做助手。我可不要马姬的手下败将，他只会拖累我。你啊，也别太傲了。刘天成还是能帮你的，主要看你怎么用。好吧。现在给你一个新任务。你是说段飞吧？没错。我今晚会了会他。哦，结果如何？只是打了个照面。我总觉得留着这个段飞很危险，你放手去做吧，我信任你。谢谢你的信任，这也是我的分内之事。你不会让我失望吧？当然不会。来，敬我们的合作。敬你的莫扎特。哎，志明。哎，秦助理，我上次跟你说的推广方案，我今天给云总说了。他怎么说？他觉得特别好。真的啊？我就说你只要好好的为红顶做事，他一定会发现的。恭喜你啊！云总他还说，让我们俩一起完善这个方案。好啊，没问题。没问题。秦助理。不会，把这个给他们送过去。好的。您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了？不会，你先去忙。他是谁？秘书。秘书。
我给你做秘书吧，为什么呀？这样我们就每天都能在一块儿了呀。你脑子里每天都在想什么呀？想你呀，这么明显，你感受不到吗？现在谁放你进来的？我正大光明走进来的。算了，我是跟我妈起来的。你妈？她怎么来了？我妈在跟你们高层的领导谈事情，所以你今天的任务呢，就是陪本大小姐一块儿玩儿。赶紧去找你妈，免得她有担心。那你就是不想陪我？我有工作，我在上班。那你也得陪我。不行。不准不行。如果你要是不陪我玩呢，我就出去跟人家说你非礼我。好啊，你去吧。我倒是想看看有没有人相信你的话。小范，爱我。段飞，你太讨厌了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苏总，你请。谢谢。苏总，应该我先去拜访您的，没想到您先来找我了。我在新闻上看到了红鼎集团的报道，那个商业项目我觉得挺不错的，所以过来聊聊。苏总，这真的是缘分啊！又叫苏总，都生分了。苏菲姐，我们这个计划才刚刚起步，如果能跟你们苏氏集团合作的话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所以这次来啊，带来了一份合作意向书，你看一下。我觉得在有些板块，咱们两家可以互补。好，那我先仔细看一下，然后给您具体答复。这孩子怎么也不敲门啊？妈，怎么了，小雅？找段飞去了，人家不理他，生气了呗。林总，你就不能放段飞个半天假吗？我都好几天没见着他了。放他半天假？小雅，别胡闹。妈，我呀就是想跟他学打架，跟他学个一招半式的，这样我就能保护自己了。女孩子大声见。好了好了，我准了。真的？史彤，别理他。没事儿，反正段飞现在应该也不是很忙。谢谢云总。妈，我走了。现在的孩子真是搞不懂，一天到晚都在想什么。谁？你是谁？上次马姬为什么没有抓住你？是你？要不是我删除了在咖啡馆的监控记录，段飞早就抓住你的把柄了。这次来，我本来是想跟你合作的，看来你的技术也不过如此，合作就没这个必要了。等一下，我愿意配合你工作。你愿意？我虽然没有您这么厉害，但好歹我也是经过专业训练的。我相信，有我的帮助，一定能够让您如虎添翼，顺利完成任务的。但是你要保证，以后不要再犯这种低级的错误。好的，我一定吸取教训。
小飞哥，你就不能消停会儿吗？不行，你们领导都说了，你今天必须得陪我。如果不陪我的话，就算是你的失职。我真是服了你了。说吧，到底想干嘛？我想想。要不你教我打架吧？不行。哼，很帅吧？分开，屁股抬高一点，腰挺直，可以了。哎呀，你扶我起来嘛，宝贝哥，你扶我起来嘛，拉我起来嘛，宝贝哥，拉我起来，起来嘛，起来嘛。不就是打架吗？谁不会啊？你没事吧？我先处理一下自己的私事，不要跟着我。对。不要跟着我。哦，彤彤啊，还忙着了啊。哎，我这2天身体不太好，你有时间啊，就回来看看。哎。喂，你怎么接个电话也这么费劲？这2天我爸身体有点不舒服，你要有空的话，赶快回来看看吧。好。宝贝哥哥，你去哪儿？喂，邓飞，想知道是谁杀了你父亲吗？你是谁？我就是那天破解了马戏病毒的人。我知道你父亲断后的一些事情，我相信你一定感兴趣。是什么？
别着急，很简单，只要你照我说的做，我就会告诉你事情的真相。好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现在就去连云路。知道了。现在左拐。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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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在哪儿？爸。爸，你怎么了？爸，你醒醒，起来吧！喂，有风。喂，怎么了？爸突然在阳台上晕倒了。你叫救护车了吗？还没有。我马上过来。爸，你怎么了，爸？爸。我已经到连云路了，接下来呢？段飞，没想到你这么好骗。有没有想过你是同性的跟谁在一起？唉。今天，谢谢。跟你说什么谢谢？何况我也没帮他什么忙。你今天能来，我就已经很欣慰了。如果我爸出了什么事，我也不想活了。石头，别难过了，啊！医生也说了，伯父不会有危险，但是你千万不能累垮了。我带你吃点东西吧，啊！走。段飞哥，段飞哥，你别敲了，段部长不在。谁说我敲门是为了找他呀？段飞哥，段飞哥。
哥，我回来了。怎么样？送你出去学习还是有必要的吧？还真是。哎，我出国这段期间啊，观察过很多企业，我发现云食同在红鼎实行的改革是切实可行的。我听说我们在搞电商系统，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起色呀。哎，我们干嘛不直接和红鼎合作呢？红鼎合作，你还是太年轻了，好多事情你还不太了解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不行呢？只要能让天浪集团好，我们可以试一试。够了，以后不要再说这种事儿了。累了吧？回去休息吧。哥，我真觉得你和那个柳峰绑在一起，不是什么好事。出去。喂，你在哪儿？我在哪儿跟你有关系吗？你现在马上告诉我你在哪儿。天云路西餐厅。六哥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呀就是天赐良缘。我没空跟你开玩笑啊。我是打车来的，你得送我回家。没时间，我要去天云路。我不管，我去哪儿都跟着你。别担心了，云叔很快会好的。赤瞳，你没事吧？你们俩怎么在一起啊？世彤的父亲刚才急诊住。